多年呢。老婆在这里了快7年，没有很多你年。乱讲话，你来5年了，孩子只7年。嗯。哦，你啊。我是2001。你在台南住了几年？2年哦。你来我们。我在台湾快8、9年了。洗了吗？那个？洗了。我这个切一半，不要脏到我的手啊！等一下不会做事了，看。我要去拿东西啊，太太。我要去拿东西。啊，是，哎，哦，我想太太迷路吗？这样。迷路，不知道路。这个他哈，他。龙眼送给我们了。哦，因为是那个苦，他补给我。哈密瓜好苦，他说怎么样？哎，这样。哎，他吓一跳。马上去水沟。为什么这么苦？对呀，又买了饭回来了。太太也讲，太太，我的外姥也吃，他说苦，太爷也讲。阿佑也吃。等一下，全部这个要下去卤。哎。全部，你要拿去啊！买芒果，买梨芒果，这个杨启农也喜欢的，要放拜拜一下。好啊，你拿去拜拜也可以。这个为什么还有哦？他送。瓜菜什么高丽菜的花呀？这个是这个很新鲜，看得出来。刚刚拔，如果我们在市场买不新鲜。对呀，这个也是，叫我一定要给他买。哦，他叫明香太太买这个送这个，这么好。这个我们喜欢哦。等一下炒牛肉也可以啊。旺口味他们喜欢牛肉。这个要放冰箱一下，是现在要卤。现在给他卤，然后你要的拿起来。好不好？啊。我也不要。这个好贵啊，我拿1块可以啊。可以。这个1块，这个1块。可以的，都拿起来。我这个买10块了，10块。10块钱。10块啦。哦。70几块。好贵，比较贵这个，为什么不要买楼上那个便宜也好吃？那个有颜色，吃了对身体。他说黑糖。那哎呀，这个有水分哈，你给它出在这边，给它干哈。这个等一下削一削。放这里。我今天买 A 菜，它的白莲啊菜。这个是阳明山的哦，红萝卜的样子。这个菠菜也阳明山的哦，好吃。好吃。这个也是的啦。这个如果买也50块差不多。对呀，也要50块啊，他就送给我吃啊。很新鲜。阿弟呀。阿弟也是别人送，他送给太太。不是啊，那个阿公啊。对呀，他们不可能吃这种啊。那个就是叫白带鱼的。哦，那一个哦。那个啊，哦，那个是叫阿弟啊。不是，不然你叫谁叫阿弟？那为什么大家叫阿弟？没有啦，阿弟是阿公的堂弟。对呀。卤啊。对，太太现在卤啊。可以啊，不用杀，洗一洗就好了。luka-luka买太多。不会，我明天炒给东方一起吃。怎么便宜啊？100块而已啊。这个是鹅鸭菜，好吃啊。这个沙沙。这个要弄一弄啊。你好了，可以啊。这个要现在卤也可以啊。这个芒果放前面，龙眼可以放前面。Pulang dari pasar ya ugal-ugalan membeli sayuran. 哎呀，这酱油也放一起啊。Ini tahu, ini mau dimasak sekarang untuk cucunya. 是啊，太太。来卤豆腐，等一下也碎碎啊，太太。豆腐这有水分啊。要吃1公斤连把1天一吃都也是有可能坏掉。我们只有刚刚好。这个洗洗这样是好了，对对。
这个晚上等一下我有吃，我拿一个好不好，太太？好啦，这个拿一个，这个拿2个好不好，小的？都可以，要拿几个就拿几个了，他们也出不了那么多。因为长刀猪肉，等一下我不能吃。对啦，他们吃不了那么多，你要拿多少个？你那个豆腐要拿也可以。这个豆腐软的。这个。太太如果没有煮他的洗碗，他也不高兴。好甜哦。啊，杨奇弄也喜欢。我拿一个下了这个，我还热热诶。对呀。热热不用烧。拿2个啦。2个等一下不够诶。够了啦。够啊，拿小的。拿小的，晚上吃这个。我还有香鸡。冷冻的那个什么？豆皮啊。哎，豆皮你炸一炸好不好？那个是晚上才要炒青菜哦，等一下炸一炸晚上哦。可以炸一炸哈。如果没有吃那么多，我可以送去东安义啊，那个芹菜。下面的辣椒。很多辣椒。昨天我没有加水，加什么呢？辣椒他们就是喜欢的。加蜜酒。等一下，我昨天白色也切一半比较入味。这个有机的，它好像礼拜2、礼拜4还有来卖。哦，我知道了，在哪个地方哦？对不对？市场里面有一个阿姨那个，她说有机，她什么都有卖啊。真的是不真的的，是骗人。真的啦。这个好油不要这样。洗了吗？那个？洗了。我这个切一半，不要脏到我的手啊！等一下不会做事了，看。哎，这个阿妈。哎呀，这个不要丢掉，用吃那个。哪个不用？我不丢啊，没有。骨头很好用啊，我们吃饭。来，你边来di谁呀？这个不用加辣椒吗？你再给他看嘛。哦，我等一下再看看。我也不能加。你滚了，我再尝尝有没有辣。这个看起来都更好吃。如果我喜欢炸一炸下去吃这样。哦。如果我这个还没的，还没切一半的。一个。哦，谢谢。但是好像加粉的，对。啊，这个都是。它 QQ 哎，那 QQ 它加什么？真正的豆腐是软的。它这个有放什么哈？如果楼上买那个便宜那个，它也放石灰粉。石灰粉。不好。不好。但是我看起来也是好吃。就是大众化啊，这是普遍的。好便宜，人家来吃。对。怎么讲？怎么讲？切都还没真正打开，豆腐。好多哦，谈心啊。谈心哦。有一个阿妈谈心，应该是2个多干少的，买一点点，像那么多。等一下水分出来一大堆啊，不要加水。啊，等一下再上看看。这个哈，以前阿公做这个很好吃。很喜欢它哦。那好像爸爸煮这个东西很好吃，香。它是黑黑啊。不要放太多啊，一点点意思。不漂亮哦，亮。这个是什么东西哦，太太？菜口。菜口是什么东西？它的树是什么？它的叶子可以吃吗？不可以。不可以，本来它是种在土地里面的。哦。它会跑出来啊。哦。这个没有力气。用下火对。对。等一下我去做身体哈。
我弄几个那个，弄一包那个卤肉饭去送那个吃。啊，不用加热对对。不用了，这样好像变多针。他敢吃？那个男的敢吃啊？我太太是男生。我脚底按摩是男生。哦。跟杨锦龙一样年纪呀。哦。这太太的儿子这样的，这样这位比较年轻。年轻有力气。现在有很多按摩脚，市场那个又开一间。真的、哦。对，新的那个卖衣服洗衣服旁边那个旁边卖花旁边。哦。新的，对对，开新的。我没看过。家乐福这边也有一个早体按摩，很多现在。很多了哈。早体按摩这边是泰国有可能，不是台湾。这个松骨汤也不是台湾哦。越南哦。没力气的，他这个菜到没力。来，好到哎。应该还蛮油的，还有才的有硬硬。这个煮汤也很好吃哎。哦。等一下做这个没有多少，这个变一点点。对。看起来很多。等一下也有鸭用舌头这样。也有鸭。等一下运动的，这个身边这个也还有。什么？翻过来这个不是这里，也塞。Masya Allah， 太太不是故意，真的，我的手就去掉，哪有可能故意？切大块一点的，比较有口感的，是要小一点，是要刚刚好。菜头。菜头是萝卜对对。凉，没有人要吃，有没有记得？每次做这个是这样，但是还是很喜欢买，我也搞不清楚。做是很加油，看起来都很喜欢，吃的时候都没事丢掉，我还是没事几个丢掉。我们家里是不是乱吃要吃个啊？你也不吃这个哈？不吃啊。对呀。姐夫也吃这个，也不是很喜欢。啊，马上了。啊，有差一点。哎，但是他不会了，他的动小的了。真的什么？一定要加糖、加盐巴、加什么？对呀，这样你就不敢吃了。不敢吃。我小黄瓜什么都不管，不喜欢做这样，我不喜欢。生的我喜欢，但是如果加这个加什么我不要。很像太太加糖加什么那个醋什么那个，我不喜欢。那你这个这样可以吃啊？生的这样我喜欢。对呀，那你刚刚那个生的拿几个去吃？我不要。大黄瓜了也还有。这个好吃。好吃我不能吃，现在我不可以吃啊。哦，可以。可以。现在要加盐巴，加压舌头这样加，压一个晚上。不要。这个比较快。这样用舌头压下去。对。打电话, semua nak ke. Nah ini batu ya teman-teman.
Ini untuk nindes itu supaya airnya keluar. Ditaruh plastik yang baru. Kita itu punya beberapa batu ya, batu kali. Dulu kakekku tuh suka makanan seperti ini, mendiang kakek. Nah, jadi so 2点。哦，天天吃芥蓝菜。还有那个菇菜哈，你放着。其他都不能吃。姐姐很喜欢吃。太太等一下有姐，你这样打架可以吃。对。哦。每个每次晚上煮给他菜一个，太太说不要煮，一个菜都够。太太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不是我不要煮，太太每次不要煮太多。你这样给他煮少，哎呦。怎么样都少了，给他菜这个都够。我说菇菜了。这个很好弄，有时候都哦，一直断一直断。哎呀，那个是比较老了。比较老。老啦。老了。老了。这个比较年轻，比较油。比较油。太太中午有没有饿？不会。不会啊，回来太太不要去外面吃饭。对。没有2点要去。阿嬷吃太饱不好。不好。阿嬷不是做好而已啊，太太。不是做好而已啊，不用当。这个老了怎么样，太太？老了不要啊。老了不要。每天的菜都芥蓝菜，每一天。但是他们也不怕的。对呀，弟弟啊。他们也喜欢这个。这个菜呀。妹妹也是这样，也是每天这样，很像阿友啦。辣椒每天辣椒，鸡蛋每天你鸡蛋也吃不饱，好像是这样的意思了，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是不是？那我们菜都有一大堆，空心菜、高丽菜什么都有，每天也是煮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吃。苦我感觉到有一点苦的。有，有时候有一点苦。但是为什么妹妹也喜欢？它有一点怎么样讲苦的。有一点那个苦的。很软啊，脆脆的。脆，但是有苦，对不对？一点点。说好了，太太，好，是不是？什么好？有一点苦，对不对？我吃没有苦啊。有。昨天哈密瓜这么苦也说没有苦，后来推在市场，现在我说有一点苦也不相信。你好了。如果什么水莲没有苦，它真正脆，水莲呢？这样。都没有买水莲，你们喜欢吃水莲？对呀，弟弟什么都 OK 啦，水莲也好，高丽菜也好，什么都好。他都好。他昨天也吃高丽菜，吃很多高丽菜呢。他喜欢的。因为他长到猪肉这样。他家猪肉这样。对呀。有没有？有，哎呀，没有啦。没有，高丽菜吃这样而已。高丽菜我杀而已。对呀。他们喜欢杀比炒都喜欢。炒不是很喜欢，我感觉到。也是我炒的加炒了要很快火啦。这个如果有那个什么可以吃，这个可以很好的，也可以吃。我这个冰箱是给人家买到1000个。真的啊，太太。它有烤漆，你看。不可能。新的东西不会这样。那如果旧的，那有可能。对呀。如果它有包起来，这个1000的太太，看，有包起来哦，每个地方有包起来哦，新的。我知道啊，它这个来严封在这我们家
打开。打开，这个没有哎、哦，他在他的公司那边打开。对，你看这个一定是有烤漆呀、这个7年。 7年了、我问太太买7年。没有很多年呢、那我在这里了快7年，没有很多你乱年。讲话，你来5年了，孩子才7年。嗯。哦，你啊，我是2001。你在台南住了几年？ 2年了。你来我们，我在台湾快8、9年了。你来我们家顾阿公3年，又签合约，对不对？哎4年多。 2015我来台南，20177月27号我到这里，2017到现在7年。1027啊。 2017。 2017。我langsung plus di korol kotor. 快6年，快6年。23、17、1017啊。 2017。 2017啊。对呀，7月27号。 19、20、21、22、23都还没有6年呢啦，对，快6年了。到7月才有6年呢。快6年，我说快6年了。我来的时候，这个冰箱一定裂开了，太太。生锈，叫生锈，太太。我来的时候，这个冰箱本来它是这样的，生锈。你看那个20年都不会生锈。哦。嘿呀嘿呀。掉那一个。对对对对。太太说以前有可能脏到水啊，有没有？没有，一样的牌子哎。吃药。我要去拿东西啊，太太。昨天我要拿面粉，后来那个ini天关门，炸地瓜的面粉了，也要粉啊。等一下，一定回来带东西啊。还有。你帮我弄一点那个，买一点地瓜粉回来。什么？地瓜粉炸排骨。哎啦，我在西大带回来有地瓜粉呢。是不是这个地瓜粉？昨天我带回来。看看这个什么粉？那个在阿妈带回来。这不是地瓜粉，你看了不用卖啊，太太要卖好了。我们来尝看看。太太如果买有机，我也不知道地方，对不对？有鸡肉，棉花田啊？没有，还没有。没有，梅花店没有卖这个地瓜粉。太太以前叫那个。以前太太叫Xiaomi太太卖在哪? Nah ini pasar hari ini ya, keadaannya seperti ini. Karena sekarang siang hari, jadi dia sepi ya. Udah banyak yang dikukuti, udah banyak yang ditutup. Nah ini tuh ikan masih banyak banget. Seperti ini, di sini semua ada buah-buahan. Ada. Ini ayam dan baju baru. Nah di sini wes habis. Banyak yang wes kukut ya. Nah ini sushi. Nah di sini juga wes tutup. Nah ini baju. Nah ini baju baru, roti-roti seperti ini. Sepi banget ya pasarnya ya. Kita melihat jalanan gak ada orang. Sini buah-buahan.
Di sini baju-baju bekas yang murah. Nah, kita kalau misalkan healing ya, kalau saya itu healingnya ke pasar untuk merefresh otak kita, yang membuat kita happy dan bahagia. Bahagia itu sederhana ya, kita sendiri yang menciptakan. Seperti itu. Ini sudah makan semua ya. Sayurnya dikasih non halal. Ini non halal. Hari ini menunya non halal semua.